哇，咁熱血沸騰、氣息十足，究竟喺度做乜嘢？原來係一年一度震撼成個南海嘅博客開漁節，幾百艘漁船一齊扯錨出海，成個碼頭熱鬧到炸呀！大家好，我係世界通 Apple， 今次我哋世界通專門開3日團，帶大家直擊開漁節現場。一年淨係得一次，錯過又要等下一年啦。今次獨家只有一團，8月14號準時出發，我哋直衝廣東最大嘅博客漁港，親身觀賞官方隆重的祭海儀式同漁家歌舞。一聲開漁號令落，成千艘漁船直衝大海，個畫面壯觀到難以形容，仲可以行下萬人魚市，搶第一艘生猛頭先。我哋一條線玩勻陽江、湛江、茂名等多個網紅景點，鼎龍灣長沙灘、金沙灣觀海長廊。隱秘的角落同款赤坎路街係500年歷史嘅古紅樹林，美食福利更加重磅。我哋全城豪嘆特色海鮮餐、龍躉宴、白切雞宴、鮑魚生蠔宴，下午茶仲有榴蓮，重點係每位仲免費送一條新鮮東星斑，拎返屋企加送一流啊！想親眼觀賞萬船齊齊出海嘅壯觀場面，嘆平價生猛海鮮嘅朋友仔，呢個1年1月嘅開漁節3天團，千祈唔好錯過啦！快啲留言報名啦！